虎爷哦，听起来亲像是好爷，是真侪人在拜的动物神。为着要互大家来认捌虎爷的信仰文化，台南赤坎的社区发展协会特办为虎爷的工作坊哦，有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体验，咱们做伙来了解。 手提虎爷的模型，大人囡仔发挥创意，用各种色水来呈现因心目中虎爷生做什么模样。为了通互大家认捌虎爷的信仰文化，台南赤坎社区发展协会头摆以台湾手表天团的虎爷公来做建本，办工作坊，请老师来讲解，互乡亲哪体验彩绘，哪了解文化背后的内涵。我有在做模型庙会，我就感觉这就帅，然后我就来参加。我今天画了这一尊虎爷，然后 它是橘色的。传统文化即马慢慢在消失，阮社区就是想要做这个代志，互介绍个较侪家庭会使把这种传统的文化传承下去。虎爷阁号做下大将军，大多数会伫咧保生大帝甲土地公庙互人服侍。其中虎爷公阁分做天后甲地后，一般拢伫新民坎下面较济。 那天后就爱性格较悬的，才通抗造圣道。民间信仰中，虎爷公是囡仔守护神，因为参台语虎爷真外音，因此嘛，互人讲是会带来钱水的金财神。透过这较传统的技法，来咱深入咱民众的生活内底。伫农业社会，然后医疗不发达时，伊拢来拜虎爷，伊会用鼓纸吼，伫虎爷的这个。 海家交回了时，咱虎爷讲咱保庇咱囡仔的猪头会紧好安尼。即摆现代变化内底，咱个当看到讲拜虎爷头前弄一个水，你知无？庙里的人吼，拢会用建议啊小钱换大钱。根据中西区公所统计，区内有礼拜虎爷的庙宇有72间，拢总164尊，会当讲是全国庙宇数量上济、密度上悬的行政区。公所指出，各尊的造型拢有不同的特色。 大家通实际行搭来欣赏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